起家東嗱，大家一睇到後邊呢個位置，可能就會諗到，哎呀呢條友係咪一定要準備拍呢個木馬湖啊？係嘛？但係呢一執唔係木馬湖，而係木馬湖隔離嘅一個更加靚嘅一個單位嚇，瑞禧園，噔噔噔嗱呢個白色嘅樓，我覺得咧比木馬湖更方便，因為5期咧行到呢個位要行成20分鐘，但係瑞禧園行出嚟咧5分鐘就到啦。屋苑冇咁大，但係佢依然都係好靚嘅嗰一區。我覺得佢入邊內籠咧，成個花園啊，成個空間感啊，係比5期會更加係靚嘅嚇。咁呢一度咧，我哋唔係影翻新樓，我哋係影翻一套二手，全新中修拎包入住嘅，中修使咗成20幾萬。咁啊4房嘅單位朝南向嘅嚇，咁啊然後咧就再加埋，我覺得性價比高啦，中修非常之靚啦，大家可以拎包入住啦。你對中修要求比較高嘅呢一種，唔想再做2次裝修嘅，亦都想要拎包入住嘅，呢一間應該會啱大家心水嚇。咁啊，價錢係比發展商要低少少嘅。咁我哋睇二手嘅同時咧，睇翻新盤啦，對比下，或者睇新盤嘅同時咧，對比下呢一間二手，應該都會 OK 嘅。咁啊，有照顧一啲唔熟悉呢個周邊嘅一啲客啦，就係話樓下呢一度咧就有公交車，我哋可以喺呢度搭公交去惠陽高鐵站，1個鐘去到西九，我哋到高鐵站咧就10幾分鐘。咁亦都可以喺門口呢一度搭公交車去到沙田站，到沙田站要30幾分鐘。喺沙田站咧再搭1個鐘嘅時間地鐵，直接去到福田關口。咁啊，同埋咧就樓下有愛心巴士或者係西湖速行直通巴，可以去到連同關口或者係羅湖或者係福田嘅幾個地鐵站嘅。咁啊，飛價咧就10幾蚊嘅啫，兼且咧就係叫做係60幾到70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嗰一啲地方，咁啊唔錯啦，係咪？買嘢夠方便嘅，成個大灣最核心配套最齊全，酒店最多，寫字樓最旺，人最多嘅一個地方。就喺呢一度噶啦嚇，所以咧你要交通方便，你要食嘢方便，你要買嘢方便，你要位置夠中心嘅呢一個周邊嘅盤，其實都係唔錯嘅呢一個選擇嚇。咁啊，同時咧，我哋其實仲影咗啲翡翠山嘅，翡翠山啲價錢會更平啲，因為有啲係6000幾到8000幾咁樣嘅價錢，有中修同係仲係現樓添。都喺我哋嘅頻道入邊有介紹㗎嚇，咁啊有興趣都可以聯絡阿東啦。好啦，我哋就入去屋企入邊睇下個園林有幾靚，個單位會唔會啱你心水？當然個單位會有啲缺點嘅，我哋擺喺最後邊再講下。Let's go！咗呢個園林入邊嚇，咁其實咧就大家睇過咗呢個木馬湖嗰個大園林之後咧，一個覺得佢哋應該都係無敵㗎啦。但係你其實喺瑞禧園呢一度咧，佢雖然話屋苑唔大嚇，加埋咧就10座樓左右嘅啫，但係事實上咧，其實佢嘅樓間佢係好闊嘅，係啦，有80米到100米之間。咁啊兩邊咧就中央園林啦，有泳池啦，有草坪啦，綠植亦都做得比較唔錯啦。咁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你中意話超級大園林，咁亦都需要喺園林入邊有一個好開心或者係好大嘅一個地方嚟 hea 嘅情形之下呢，其實呢個園林真係唔錯嘅喎。咁我哋呢個單位呢，喺前面嗰一座啦，佢出去呢就係個木馬湖嘅嗰一個位置噶啦。咁發展商亦都有啲樓賣嘅喎，就係後邊嘅呢2座，係啦，後邊嗰2座，你行到呢一邊嚟，係啦，就係後邊嘅呢2座樓，係啦，就發展商賣緊嘅。咁啊，價錢其實同我哋梗係要介紹呢個單位價錢係差唔多嘅，只不過我哋介紹呢一個咧係交付，即係拎包入住，家私家電嗰一啲係，即係同佢嘅標準嚟講咧，其實要加多10幾萬先可以做到咁嘅呢一個交付嘅一個狀態俾到大家。所以咧，其實呢一套咧，即係抵大家去買嘅，因為我覺得係抵玩咯。
咁啊，帶大家前去望下個單位會唔會啱你心水啦？行啊！好嗱，嚟到咗樓上2 lift 4房一層嚇，咁呢一個咧就係106個方嘅，係貴做好俾到大家噶啦，有智能鎖嚇配好，咁啊跟住咧全屋家私家電啊全部都配好咗噶啦，大家幾乎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一個狀態，係啦，反正就家私家電都配好咗，咁大家可以對比下同發展商交付嘅嗰個標準，事實上咧就係比佢嘅會高好多嘅。即係喺佢嗰個標準之上咧，可能要加多15萬左右先可以做到咁樣嘅呢一個標準，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抵玩嘅，我覺得。OK， 咁啊餐廳啦，側邊櫃做好咗，客廳有3.6米左右嘅一個開間，成套咧就都係靚嘢嚟嘅，係啦。冷氣亦都裝好咗，咁啊呢邊咧就係方向嚟講，佢就係朝正南向嘅，係啦，正南向。咁如果咧就大家如果想要話，哎呀要開揚啲啊，咁冇辦法，呢個咧就樓層唔係非常之高嘅嗰一種。咁因為咧前邊佢呢一個有個學校嘅宿舍樓，係啊，大亞灣嘅第一中學係啦，佢係初中部嚟嘅公立嘅。但喺左側嘅右側嘅呢一個位置咧，佢其實都算做比較開揚。其實有呢啲鋼絲線咧，第一唔一定啱用咧，到時可以唔要佢，睇出去個景，其實成個 view 就會舒服好多啦。目前嚟講嘅話，其實就會爭啲嚇，咁啊差唔多有2米左右嘅長度啦，3.6米左右嘅一個闊度啦。啊呢地磚咧都係重新做過噶啦嚇。OK， 咁啊啲燈咧其實都幾靚仔嚇，呢啲有少少嘅火山岩晶體嘅嗰一種感覺嚇。咁其實都呢個燈都幾好睇啊，我覺得。咁啊嚟到呢一度咧就係廁所啦嚇。廁所咧其實成個空間都非常之充足嘅。106平做到4房2廁都算做實用率好高㗎，係咪？咁大家知木馬湖目前佢嘅2期嗰一度咧仲有部分單位賣緊106個方係3房2廁嚟嘅，呢度做緊係4房嚇。咁啊，然後咧就啲定制櫃全部都有齊㗎啦，即係每間房嘅定制櫃全部都有，佢唔係話某一間房有嘅啫，而係全部都有。咁兼且咧牆體全部都有，即係呢個背景牆都有做咗呢一種叫做硅造唔係藝術漆，係啦藝術漆防潮同埋防霉，效果更加好。佢成本係呢一種叫做乳膠漆嘅2倍咁樣嚇。咁啊，呢度第2間房，呢度嚟緊第3間房。呢間房佢係按露台佈建，佢係送咗一半積。對面就係木馬湖啦，係啦，就係個距離係非常之近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買呢一度或者係木馬湖，佢嘅地理位置相對應嘅配套係一模一樣嘅。其實係啦，間房係又係定制櫃，咁啊做咗榻買呢種1.5米左右嘅床。咁樣嘅形式嘅話，你雙腳咧就要伸喺呢一個位置下低，因為空間唔係非常之夠嚇。咁啊嚟到主人房啦，主人房咧就大家睇下廁所，空間感係非常之 OK 嘅，係啦，採光面透氣性亦都係非常之好啦，都係智能嘅座廁配好俾到大家。咁啊，然後咧就主人房1.8米嘅大床，2個床頭櫃，嗰面咧就呢個床嘅背面，以及成個衣櫃全部都有配好俾到大家。佢所有房咧都有呢一個位置，即係佢係落地窗呢個位置係全贈送嘅，即係大家睇到頂上呢個高度矮啲嘅呢一個位置。咁所以咧就咁嘅形式之下咧，就每間房佢嘅空間會大翻啲。其實大家感受到其實每間房其實主要就係嗰間上面嘅呢一間房係啦，按露台佈建呢間房細咗啲嘅啫，其他嘅幾間其實2間1.5米床，3間都係1.5米床，主人房係1.8米床，係啦，呢啲過渡嘅吊頂啊、燈底啊，全部都有做嘅。咁所以咧就成個標準嚟講，其實我覺得你買新樓需要最重新去做呢一啲嘢，佢呢一個咧全部做晒好。咁兼且咧亦都有保質期，係啦，5年嘅質保期。咁啊，大家為咗佢會幫你收，咁亦都係為咗有啲嘢可以唔收唔到嘅，佢會直接幫你換新個，係啦，換個成套新嘅嗰啲裝飾俾到大家。咁亦都係用翻啲靚品牌啦，啲磚用嘅係呢種60乘米2嘅，亦都有做咗美縫，即係工藝上邊其實係算做係我覺得係過關嘅。OK， 咁啊，大家如果想要啲發展商嘅嗰一啲，亦都有啊。目前賣緊就係9000零蚊啦，
因為近排做特價，本嚟係萬零幾啊嘛，咁而家就9000幾，去到11000之間咁嘅價錢，就有唔同嘅戶型，最細就係52個方，最大咧有去到130幾平嘅，咁所以咧就新樓發展商嗰一度咧，亦都有好多選擇。但係買二手咧，你其實就你可以選擇嘅嘢其實都比較多嘅，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就係你買新樓。你雖然話好多戶型選擇啦，但係買二手你係可以直接係拎包入住嘅狀態。咁再加埋咧，其實買新樓我哋要交契稅、交維修基金，咁啊同埋咧就係交翻啲辦證費，係啦。咁買二手咧，你其實就係一個契稅。咁雖然要交多個佣金，但係咧少咗個維修基金需要交，即係唔需要交維修基金嘅，係啦，就多個佣金。所以計翻條數，其實雜費係差唔多嘅，計翻出嚟。OK， 咁所以咧就你睇下呢個戶型、呢個位置、呢個方向同埋呢個裝飾、呢個價錢啱唔啱你心水咁計嘅啫。咁當然我哋亦都可以對比下一手樓啦。咁啊發展商買嘅嗰一啲咧，我哋唔收佣金，亦都會再額外送翻啲家私家電俾到大家㗎嚇。咁所以你揾我哋睇樓係有隻數嘅喎。咁到時咧，木馬湖啊、瑞禧園啊、包括咗嘉裕龍庭啊呢一啲周邊嘅樓盤，包括咗翡翠山啊，亦都可以做翻個對比下。105萬除咗106平就相當於9900一個方啦。咁啊，然後咧就大家可以俾個大概15萬左右嘅首期，貸款咧就貸90萬，一個月咧就供3700蚊，3700幾左右就 OK 啦。呢個單位咧其實我覺得缺點咧就係呢一個樓間距，即係啱好對面呢度有座呢一個叫做宿舍樓，但係咧佢高度其實都係11、2層，高過1、2層咁樣嘅啫，佢唔係話30幾層嘅嗰一種，所以咧其實啲陽光都唔會話會擋到，正常陽光都係斜照射入嚟，唔係直射噶嘛，係斜住咁樣入嚟噶嘛，咁所以咧喺呢個位置其實都唔會影響到佢嘅採光呢啲位置，咁呢一邊個景 OK， 同埋咧就其實呢邊個門一行出嚟咧就有生活超市。咁啊，配套嚟講，其實就大家完全都唔需要擔心嘅。如果連呢個位置配套都唔得嘅情形之下咧，就成個大灣就冇配套好嘅地方噶啦。有一個好大好處咧，就係門口一行出去就可以搭到愛心巴士或者西湖速行，10零蚊就可以直接去到關口，大概係60幾分鐘嘅時間。咁啊，門口亦都有公交車，你想去沙田地鐵站或者係惠陽高鐵站翻西九或者係去福田關口都係方便嘅。直接搭的士翻到關口，亦都係80零蚊左右就搞掂啦。咁啊，其實成個交通出行嘅呢一個成本係低嘅。咁啊，公交車咧又去到邊個地方嘅都有啦。其實就交通嚟講就都非常之方便。咁啊，其實咧，我覺得廚房呢一度咧，大家可以最着重睇下，因為咧其實佢嘅廚房真係做得非常之大嘅。好多屋苑、好多單位、好多戶型，佢做唔到咁大嘅廚房。106平做到咁大嘅廚房，亦都有咁大嘅一個玻璃鏡呢個窗，係啦，其實係比較難得啲嘅。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佢呢一個單位嘅比較大嘅一個特色之一嚇。好啦，咁我呢個單位咧就介紹到呢一度。如果大家想要睇樓，就聯絡阿東一齊過嚟望下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